还没回去啊？浩月老师，还没有做完。老师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下溜达而已。你忙。今天课堂上，我看你跟那位女同学关系还不错嘛。老师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，所以如果他哪里得罪你的话，希望老师不要放在心里。不会的，怎么会？苗里，哎，皓月老师也在啊。哎呀，这位女同学又出现了啊！老师，我是汪兰，我是来找……啊，来找苗里的是吧？这么晚了，宿舍也要熄灯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是谁白天说再也不会打扰我的呢？我那是疑问句，我是顺便路过来看你一下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你要不放心什么？万一有什么意外呢？我的意外不就是你吗？哎呀，你别这么说嘛，很多事你不知道罢了。哼，要不是看在本姑娘当年跟你有一腿的份上。再说了，你看我这么有诚意，你就不要再打击我了。我为什么不能打击你呢？你再打击我，我就长不了个儿了。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什么也不碰，我就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。行，那你帮我把工具分类一下。好啊，这个在行。不是那边，是那边。你没开玩笑吧？你要是累的话，就先回去休息吧。我靠，睡相那么丑。
你醒了？啊，这都你整理的呀？要不然还等你啊？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下午刷汉服我会去的。嗯。我先回家了。想帮我就直说嘛，还我会去的。前段时间啊，这个龙哥断播了，实在是抱歉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洗心革面啊，重振旗鼓，重新做人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未来的女朋友。哎，你们基建社改装就对了。怎么了？基建社没男人，怎么让你一个女人干这活啊？哼，还不是因为那个苏娇娇，谁让我是社团菜鸟呢？还有那个苗丽，明明说好了要来，自己却不来。这活谁来不来啊？你让我来。对，你在底下扶着就好了，我马上就刷完了。啊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得那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？就不喜欢对你好的，就喜欢约你。你再说一次试试。王兰，抓点紧啊！哦，校长好。我给您擦，擦一桌一碗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。你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校长，我不知道你没头发，我不知道。我的亲娘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毛手毛脚的。校长，你没事吧？还没事。你怎么搞的你还拿起你的小子白一点，白一点。追不上我，臭老头！你还真牛啊！好，放学你别走。哎，同学，有空吗？有事找你。老师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带回去找你吗？最好是现在。现在？校长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没说什么，就是警告我一下，让我做个检讨。你知道的，自检讨这种事儿我最擅长。谢谢你，白龙，替我背锅。嗨，这么多年替你背过的锅，你把你赔给我都堵不上这窟窿眼儿。是朋友就别废话了，肉不肉麻？啊，对，我们白大少爷够朋友，最仗义了。汪兰，这边没事了吧？有我在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回倒是挺够朋友的。那是，我白龙是什么人？对朋友能两肋插刀。不过你下回可不许这么莽撞啊！你看你插了校长2刀，又是写检讨，又是记过的。下回要再让我遇到这种事儿，我还这么做，谁叫我在乎你呢？不像那个苗里，关键时刻就不见人。对了，你们看见他了吗？这时候你还提他？你看他什么时候对别人的事上过心？你又不了解情况，人家肯定是临时有什么事。明明说好的要来，说话不算话。说话不算话，又不是一回两回呢。我陪你去找他，走。哎，你们干嘛去啊？